先在这候着，里边有鬼。你到底什么鬼？这的确不是男厕，看来这次是我走错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针对这2次厕所惊魂事件，就当我们达成了友好合作共识，以后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也算报了你的救命之恩了。三嫂尽管放心，不过，本王实在是不解，上次为何会在青楼那种地方遇见你呀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有些公事啊，迫不得已才在那种地方商榷的，并非你所想的那样。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那日杨言也在啊，不信你可以问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又不关心那个。再说了，男人嘛，去那种地方很正常，我懂的。啊？丽丽，大半夜的约我来这儿，宝贝儿，这大风天的，是要跟我那个呀？你丫谁啊？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美女啊？嘘！哎！僵尸！哎呀，这晚上穿一身白，明晃晃的一坨，太吓人，跟小倩一样。哎，那男谁啊？你仔细看清楚啊！原来绿篱把我约出来，不是要跟我约会，是让我过来捉奸。西吧！那日延春殿中，你对姐姐的态度和从前很不相同。你是否对她生了情意？我对她，我和张鹏鹏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只是皇祖母在场，我要对她稍作体贴些。那为她挡酒又是为何？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我只是想借机让九王下不了台。你曾经说过，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可曾记得？当然。别忘了与我兑现此言。哇，我好冷。我也觉得有些冷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你不是冷？哎呀，人家姑娘说冷，你就该把外套脱下来给人家披上呀。哎，有桂花糕，要吗？哎，不要，自己吃吧。哎呦我去，太子殿下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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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手。你先回去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来这里看月亮，你信吗？回去，禁足。哎！凭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看星星看月亮，我就要禁足啊？娘娘，我的衣服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别
走啊，娘娘！娘娘，我的清白，我的名誉啊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